好啊，曾博士。最近咧，我嘅朋友圈子咧多咗好多小朋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問題喎，好似呢個問題越嚟越多。同埋我都坊間聽到一個名詞叫做腦力多元，究竟係咩意思咧？我哋咧喺過去嗰10年咧，發現咧香港多咗好多嘅所謂 SEN，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嘅。咁喺0910咧，大概有2萬個呢啲學生啦，到2023年咧，其實已經去到6萬個啦。哇！所以係大概3倍以上嘅增長。咁當然啦，喺坊間咧，有啲人會覺得所謂 SEN 咧，好似有啲嘅標籤咁啦。咁所以學界咧就有一個名詞叫做腦力多元，即係腦部嘅能力發展係可以多元化嘅，有啲快，有啲慢，有啲強，有啲弱咁樣咯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咁我都發覺啲小朋友咧係好容易睇得出佢有 SEN 嘅需要，咁但係有一啲咧就真係好難睇得出嘅。我應該點樣去觀察咧？其實咧有啲嘅症狀咧係比較輕微嘅。咁有時你見到咧有啲小朋友咧佢執書包啊，又會亂晒大龍啊，或者咧佢已經好長時間咧成日都唔見嘢啊，自理能力又差啊咁家長又以為咧佢唔識點樣樣去執嘢啦咁，可能咧佢係專注力不足啦，有啲特殊教育需要嘅。咁另外咧佢哋咧可能就小朋友啦，又會即係冇乜社交啊咁樣樣。咁咧，我哋又以為咧佢係內向，咁其實咧可能會有少少嘅自閉都唔定。咁亦都咧可能佢情緒起伏會大啲啦，咁都可能係因為特殊教育需要，佢有啲嘅容易情緒嘅影響㗎。咁啊，仲有一啲咧，佢哋喺呢啲聲音啊，會刺激到佢哋啊，或者有啲地方嘅光太光猛啊，咁我哋以為佢有啲特別嘅需要啫，或者要求啦，其實都係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嘅症狀。明白。咁聽落去咧 ，SEN 同埋情緒問題咧，係可以撈埋一齊嘅喎，咁咪會好容易混淆咯。係㗎，我哋咧發現喺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，好多時咧會有時俾家長或者老師覺得佢係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啊，係咁㗎啦，咁佢咧就會容易啲緊張啦咁有可能咧，其實佢係受其他影響嘅，可能佢擔心將來唔知會唔會有出路啦，咁或者咧佢雖然佢朋友唔多咧，但係佢可能會覺得朋友對佢唔好嘅時候，我哋留意唔到啦，甚至乎被欺凌嘅時候咧，見到佢有抑鬱啊，甚至恐懼啊，我以為佢呢啲係症狀啫，我冇諗到咧，佢可能咧受好多嘅影響，甚至乎咧佢呢個嘅荷爾蒙嘅影響咧，我哋又以為佢情緒化係特殊教育需要，咁好容易混淆咗嘅。咁除咗內在因素影響佢哋之外，有冇其他外在因素咧？係啦，嗱呢樣嘢咧都係我哋要留意㗎。好多時佢哋由幼稚園到小學啦轉變啦，小學到中學啦，咁呢啲嘅轉變咧都會影響佢哋㗎。甚至乎咧你搬屋啦，家庭入邊嘅關係影響啦，父母多咗好多拗撬啊，甚至乎搞離婚咧，咁都會影響佢哋嘅發展嘅。因為咧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，需要比較穩定嘅環境咧去成長嘅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？其實我哋如果係能夠焦點擺喺佢哋嘅優勢咧，就對佢哋咧會好好多，能夠建立到佢哋信心。有時咧，我哋見到一啲視覺比較強啲咧，我哋可以俾佢畫畫啦，或者佢聽覺強啲咧，去發展音樂啦，甚至有啲過度嘅症嘅好多小朋友咧，佢哋嘅運動咧可能係強啲嘅喎。有啲嘅自閉學生咧，其實喺編程嗰度咧係特別有優勢啲。其實如果你建立到適當佢哋嘅環境咧，佢哋就可以好大嘅發揮嘅。